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起来的时间咯。大家注意了的时间，会唔会注意呢地方有样板嘅历史故事呢？我都听讲，喺日本时代啊，有一群新竹苗栗嗰邊，人哋講松背客人，佢哋都晒啲人哋屏東田寮中一啲地方嚟吃咯。我萬世底下都睇，唔底下講嗰邊係有客人嚟嘅吃呢。啊，睇下地背，底下歷史變化有樣板嘅故事呢，也冇人知嘅。好彩啊，有人為到呢個故事啊，佢哋去研究哦，去做一個記錄，將把從呢條資料數放來，啊寫出一本，我數放來田寮種子。啊，到底田寮種有樣板客家故事，啊有樣板嘅歷史呢？咱今來分享採題嘅好朋友來同我哋介紹一下吧。咱首先分享採題嘅阿妹仔。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屏東市田寮種嘅賴玉梅，今日該分享有安嘅機會來同所有嘅朋友介紹田寮種嘅故事，多謝大家。哇，分享阿妹仔，再來呢分享我哋嘅羅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縣南屏莊客家文化發展協會嘅理事長羅真呢。今日呢非常感謝，也貴節目呢鋪起來介紹我哋田寮種嘅也特別是我嘅故鄉，非常感謝。歡迎兩位來到現場。哇，羅大哥，阿妹仔，你哋兩三本上都係採題睇下睇嘅田寮種人嗎？哦，安尼等一下有聽到田寮種嘅故事，想必兩位應該會清楚，可以來分享一下咯。好，係啊，因為像我本身我哋嘅有啲種種各種嘛，我各種都拖睇嘅啊，我都當田寮種，我清楚噶，我本身睇下教嘅啊，唔過我真是唔知講嗰邊有啲客人，係對北埔晒下來嘅客人呢。安尼阿妹仔，安尼嘅話可以從我哋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講，我哋田寮種到底係哪種辦嘅一個地方麼？我哋田寮嘅嗬，也種頭主要係日本時代嗬，有一部分嘅陸隊各種頭嘅人，像女僕嘅，鄉族嘅，旗下嘅貨房也搬來也係，還有嘅更加聯絡，聯絡啊嗬，像旗，像旗嘅，還有像魚，嘅旗下貨房也搬來我哋也田寮嘅係，主要嘅原因係佢係愛寮市河壩嘅，佢係做太水，佢當然咧田橋嘅本太水打造嘅，摩田河港，將本都歸家人嘅，歸貨房嘅人，簽歸貨房嘅人都搬來我哋田寮嘅，一隻係，因為佢係田寮嘅都南田較多，南田咯，南田較多較冇人講，所以都有得陸隊地區嘅人都會搬來田寮係。日本時代松背客人新竹苗栗有幾家人也係睇走訪人見陸陸續續搬來我哋田寮嘅只落腳。睇下只嘅票田來講，制度嘅時節差唔多有50人夫，50人夫，50人夫，從日本時代嘅戶籍資料一戶有得為20人嘅人，有得為30人嘅人，所以50人夫唔係更加50人夫。你想講50人夫，只有更加人口來算啦，一戶差唔多4個人嘛，基本上。冇千多年啦，冇想到一啲加速按度嘅呢。一戶20-30人，有得10個人。我講50人戶，唔會少人啊，幾下100人。幾下算嚟都講緊我哋田寮種人口幾多嘅時間，都廣府幾下有個戰後嬰兒潮幾下人口又較過多，所以我哋田寮種人口最多，最鬧熱嘅時候，應該是廣府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嘅時節，佢係最多人口。阿妹仔，安尼談起來啊，田寮種一個地方，唔單止講我哋松背嘅客人曬下來嘅，陸隊嘅客人也有體驗嘛。兩片比較起來，哪邊嘅客人較多啊？我哋陸隊各種頭曬來嘅較多，差唔多佔有3/4。4/4，4/4。
哦，迄唔系那个拳个晒过来个方便啊？可能係啦，較方便啦。綠對地基來到我哋也田寮，其實田寮也算綠對地部嘅前堆啊，前堆。其實係從此嘅順後嘛。哦，唔過按你話，其實綠對行人曬過來個方便啦。唔過做乜嘅雙倍行人會貼喺曬到我哋田寮中嚟行呢？哦，也係問題嗬，問得貴嗬。我哋萬世如果不是本我哋總編講啊。是雙倍人還是下南人？我萬世完全談唔識，馬家人讀雙倍人，讀下南人哦。後來我哋人哋講啊，因為講啊，我哋阿公阿婆嗬，阿爸對新竹苗啲辦下來嘅，都人讀雙倍人。我哋阿妹呢，嚟屏東土嘅，土綠對地區嘅行人，都人讀下南人。我哋講啊，我係雙倍人，我哋阿婆都講啊，該學。我哋喺講唔錯嘅講啊，我喺下南面都會俾人白嘴角。按嚴重哦，按你反而喺咩看有乜人在現狀，假如講阿婆在嘅時間都講，我喺雙倍人，其他人喺現狀嘅時間都講我喺下南人。唔係，因為我哋按時我哋根本我哋根本唔知啊嘛，個按到雙倍人，按到下南面，攞我被團。你本人白嘴角嘅時間，我感覺千奇怪，奇怪我都明明有回答啊，又唔會答。係啊，我感覺個願望本人答個願望。你老太講原來有拄到安尼嘅情形。有。係哦。有安尼情形。係哦，你老太講，你萬世嘅時間有見識過，綠隊嘅人行人同雙倍行人其實冇共用，會唔會拗死也一樣嘅？安尼情形較無，以前有聽過總編有安尼講冇哩，冇，因為當係行人可能個親切，唔係像以前同行人同好咯。因為我哋客家莊啊是，變你講頭擺嗬後母啊，我哋綠隊嘅太重理啊，有風揚啊，學嘢後裔，以前是咧火燒莊，裡面嘢後裔來辦到我哋田寮嗬，有起件咧古仔、蘿蔔、一萬菜，一萬已經。貢獻幫我哋文化局嗬，屏東縣咧縣政府文化局做鄉土藝術館，當下午卡正對面，嗰陣嗬，佢節目嗱有限嗬，一個咧嘅老料參觀一下，邊咧講我哋屏東市嗬，屬於客家建築物。又係記錄咧人哋客家嘅意思嚟嘅。安尼老太哥，除了萬世啊，有自家有印象，人哋北埔嘅行人。同綠隊一邊行人，今日嘅文化有萬世有印象有看過冇共用嘅貼片嘅風俗習慣啊？大部分差唔多哩。差唔多喎。差唔多，拜夜啦，建築嗬唔好講差幾多啦。差別都講唔雙倍講嘅事業嘅強，較同下輩強冇共用安尼。真是我第一擺聽到也真好奇啦，都可以就請教一下。不過老太哥，我有想到呢，我睇到人哋講嘅時間，佢就問到萬世提嘅土時候，我做乜佢會唔知啊？講嗰片有行人，因為可能冇聽到人家講下有嘅原因。參與嘅行業咧，嗰片我冇看到乜嘅火房咧，因為阿妹仔頭都有講嘛，雙倍人下來有青島，應該嗰時間係火房啊。不過我萬世印象講嗰片全部係寮屋，火房咯，係哪嘢啊？寮屋嗬，變咗是較有戲寮屋，變咗講。民國60年嘅下有啲西路嘛，紅台有蘇黑，過嚟嘅喺嗰人哋嘅田嗬，嗰度田啊，見到松柏係你嗰度，人哋狀況喺嗰度，如講有田地嗬，變咧都同樣包上，基本咧，條擺講，因為同經常講，人哋40件都對半半，攏安尼啦，因為人哋寮下喺嗰度，攏安尼，變咧講寮屋邊起啊。邊啲嘢狀都係有啦，蘿蔔係有啦，唔過蘿蔔目前較舊嘅都差唔多50萬年嘅。嗰時候老太講萬世時節嗰片係青島火房嗬。因為講支路嗰種係對面，我同講過橋屋，橋風用太中意嘅嚇，而係後裔，而係做嘅木嘅，係支路嘅，而家白講嘅。目前屏東縣咧縣政府我哋規劃邊啲3個古蹟嘅。安尼萬世應該人都睇韓式我攏去了，我未去喺做廠工，因為邊個廠嗬西過，人講
手错啊，你会知啦吼，手错也得回事情。哦，真是很难想象讲，以前这片版色全部都会填，因为俺们读书的时间，这片全部都很流雾的，真是看不出来以前有暗好的个风景的吼。安尼罗太哥阿妹姐，安尼俺想要了解一下讲，田寮中这片一般的生法，俺们同俺们六对其他地方有乜嘅唔同样的嘛？头到罗太哥有讲嘛，讲嘅话北西烟同南西烟差唔多，风俗有摆下嘅度也差唔多，有唔同样的地方吗？风俗吼，我看差唔多，唔过讲嘅话吼，像俺们做方有的会对新竹办下来嘅上半年，今年如讲开六，同俺们讲西烟。都冇嘛穷样，强头冇嘛穷样安尼，所以我都同人哋老人家讲今日都讲双倍，讲开了个啊，对新竹办下来啊，嘅逢基北今日嘅货房都係講開了噶，我哋對頭份辦下來啊，我哋講試驗啊，古水強頭冇強樣啊，嘅下我哋啲講我哋做好。上半年還有份講試驗咧，講開了個冇強樣，我喺咁講個奇怪呢，我哋填了嘅，你有下南又有上半年又有講開了個又有講試驗咧，到底我哋填了是有按到對某個人對哪一位嘅版來呢？也故事啊，嗬，也問題都係萬事都一切都英文設計也問題，故所係佢咁樣講想講迄有機會啊，吼，我哋同人哋填了一個故事啊，吼，來去調查，來寫放起來，本他家人看啊，吼，一聽好個有意思。哇，聽下羅太哥同阿妹仔介紹，哇，真是我都提講田寮中有個地方到底係樣辦一回事嘅喲。不過田寮中地背行人嘅故事還有哪條咧？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繼續分享哦。前面羅太哥同阿妹仔嚟小姐，張地下講，田寮中係樣辦嘅情形。更加呢，田寮中地度有樣辦精彩故事，還有樣辦嘅老相片。更加呢，我哋繼續嚟搶救兩位咯。阿妹仔頭都有認識嘅我哋田寮中，更加係想去搶救人哦。做乜嘅你冇想到，自家記錄下嚟一田寮中嘅歷史之後，我嚟出一本書呢？我寫總頭嘅故事嗬，寫總頭嘅歷史嗬。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情雖然佢下我有安尼心想要寫一本書，唔過我唔知要樣寫。故所以我都想講我冇請先生來教嗬，我一天冇法度寫。故所以我都想講我都來讀屏科大研究所，客家文化研究所。等下，阿妹仔，你都要寫一本書？特別去讀研究所，冇唔錯。你讀研究所嘅時間一度細呀，這樣。嗰下我已經55歲哦。哇，你係唔係嗰時間能班上算年紀最大嘅學生？可以講，可以講係我哋嘅班嘅年紀差唔多係哇，有個我哋講活到老發到老學到老，有個精神體悟神真是有一個完整的體現嘅吼。你讀研究所都專門為了寫一本書，通常一本書都寫出來啊。我睇屏東科技大學嘅客家文化研究所我碩士論文都係寫講屏東市田寮中嘅發展。變遷嘅歷史，一本論文順利來發表以後，然後我都在花半年嘅時間改一下變田寮種子一本書，因為一本書呢主要係寫俾我哋田寮種嘅所有嘅老人大細我來看嘅是啲書嘛，所以我要花半年嘅時間來改一下，所以來講我都花2年半嘅時間來準備一本書啦。
哇，真辛苦呢！为到一本书，我花的时间去读研究所啊，读下来之后，很顺势将全部的资料重新写过、整理好些，再出一本书呢。因为一本书係一本安尼填了章吼、字體吼，留下去做一個紀念的。所以我都去讀研究所。因為讀研究所有乜個好處呢？因為我要熟悉一條資料，我要同地政事務所搶資料，我要同戶政事務所搶資料，我要同縣政府搶資料，我要同一個公部門搶資料時節，喺冇學校同我出公文啊吼，你攏唔會插入來啦。所以我都要去讀研究所。有可能喺搶一個資料時候，因為唔係學校嘛，假如講係工人，用做研究可能工人去搶嘅時候，見到嘛，我講做乜嘅唔會搶一條資料，係戶政的啦、地政的嘛，你咪將佢做乜嘅事情？尤其吼，當然，我哋個資法實行以後吼，我哋搶資料、搶戶政的資料，我哋可以搶我哋自家阿爸阿妹、阿公阿婆的其他旁系血親的資料，嘛搶唔出來。係啊，所以我們都要有公家機關的公文通出呢批嘅機關地位。用查閱的方式，冇法度影印，冇法度翕相，所以也更加我哋做安尼研究吼，如會個困難。係啊，不過阿妹仔還看到啊，一本書底部除了嘅文字嘅文獻資料之外，還有好多精彩錄像片呢。一條錄像片能用辦去熟悉未啊？講到一錄像片吼。同嘅安尼訪問一條老人家嘅部分吼，我都愛感謝安尼理事長吼。羅太國，佢吼也過長地位吼，佢同我吼指點改導，本我嘅加研究嘅過程吼，加較順利。比如講安尼4個白宮，安尼總頭40白宮，我頭擺唔定啊，我搶老多搶一個白宮添。錄像片一部分呢。老人家啊，吼，同安尼老太婆吼，較有話講，也蠻好得意，一部分呢，我請老太婆吼來同大家人分享一下。安尼老太婆有麻煩嘅咯。阿妹吼，也喺我哋本莊安尼統計啦，愛來亞布卡吼，你講以後嚟寫一本論文，順勢就像安尼填了狀嘅吼。也條歷史啦，吼，講講眼能力有限呢，如果每人有狀況也條神明嘅事啦，吼，我較有狀況吼，有啲天呢要打老了打最久吼，較好啦，講家呢若無企業，吼，我都來做。以前老人家時節吼，唔係講起嘅都係講拖到相片，講緊係安尼打最久下講啊，吼。如講伊很後生嘅事情啦，唔拖這樣啊，有搞什麼嘅事情安尼啦吼，講都講阿叔啊，有錄像片喎，有啲幾歡喜，都拿嘢錄像片幫佢看，當然幫佢看成啊都拖嘅機下狀都變嚟講較神奇有拖這嘅，也很後生嘅事情，也就錄像片，後續呢吼有安尼啲潛錄像片嘅當中吼。因為咱講我哋窮苦人家，頭擺有相片幾困難。到我哋收集嘅當中吼，到我哋同學，而家更加好，到同爺妹吼，拿到攞相片，你攞相片用哪方來？其中都有5種，也拉嘅都我同學，5種相片有4種我相片。別人我以前是介紹畢業，咱有嗰啲大頭照，別人我都推我相片，一下都推到新眼線，我哋看得懂啊，新眼線嘅相片，嗰陣。我感動講，哎呦，還有新眼神的相片好看。好在有啲啊當中啊，感謝啊本莊嘅一條吼，叔叔伯伯幫妹叔妹一條，我一條親片後有我原因拿出一條相，唔過當中本過度相片冇係嚟，因為我去田內收集嘅時節都變嚟講，因為經過其他年咧一條颱風啊，條擺都落木咩壓木，嗰一埲風台是見嘅，條擺相片都種嘅相強嘅都掉白行，變得落雨嘅時間，迄個時同款視頻，因為都變得講視頻都跳嘅，可以摩擦。好似我也蠻喺啲個當中嚇，喺啲熟悉，因為我哋去年咧嚇有拍下錄像片啊，錄像片集
如利用俺的晚付的时间，利用俺的时间，有的老人家有的无拿相片出来看得到讲怕有机会你给我拿出来，差不多都搞讲俺那边那拍你床，他太呢，也得到相片，多数麻烦你咧就来解释的俾你讲帮俺的状况也得也得较细批的你也了解俺的填了以前呢私不难隐私不也得事情。係啊，老太講公益團嘅時節啦，我都親有感覺，因為我哋自家本身嘅工作啦，以前也有接觸過嗰種文化調查嘅工作，同人家交流嘅時節，因為我哋唔係幾本狀嘅人，我哋過去嘅時節也冇法度好像老太講過去可以馬上同佢哋偷到錄相片啦，我哋也係安尼一步一步先同佢聊天打嘴鼓啦，打嘴鼓，本佢講第一個人會做乜嘅第三會拿出來，因為有時間老人家嘛，睇錄下模擬脾氣聊天啊，佢都真歡喜有人來請佢，講嘅又係佢自家嘅故事，佢講到歡喜嘅時節啦，真係就像老太講嘅，佢馬上就去拿錄相片出來，同人講係俺後生嘅時節，然後俺偷家嘅時節，也係俺家母嘅樣，佢會講嘅真歡喜呢。錯，係啊，目前俺哋收集嘅相片地多，有啲都俺同學。也罷，呢種相片目前我哋都相片地多自救嘅，而今年87歲，而呢種相片啦，3些相片。哇，真有價值呢！係啊，萬歲更加有更加相片同佢協同嚟，所以你萬歲同更加對照。只咁同咧如果有一張本來同學，也罷，而韓式韓國式係冇看過阿爸相片多啲藝術嘅當中。地都都也好背也相片有啲都嗌同學，也把多拖家也得朋友啲天數搭鋪鋪，做書片也做，按當然咧有一種佢地多有啲人，如果嗌朋友嘅阿爸而韓式時節阿爸都過身咧，嗰時冇看過相片，嗰時嗌仲多有種相片，當然每日。我哋嘅阿叔講1萬2萬人，我哋多數我哋有法度計算啦。結果講有啲阿發叔，我朋友嘅阿爸，人哋喊住講，好像我隨對我哋咁嘅書記嘅智慧是呢，也來比好歡喜講更加好，同人來本來，我哋講該感動，次數就講到也把相片。哇，阿妹姐頭頭老太哥有講到講，能有辦嘅展覽，佢展覽也有出天數嘛吼。因為我哋總頭更加好，還有辦晚服。我記下路上講總統嗰多年啦，睇晚服嘅時節有得，因為辦出諾貝爾嘅嘛。唔過晚服嘅時節因為會來拜爺，有得會過來設福設個平安夜也等於係講可以睇晚服嘅時節，看到自家嘅屋企錄相片一天我會感動。所以我都同人哋理事長建議講，希望我哋都配合也晚服來辦田寮錄相片嘅展覽，俾大家人來看下咧。也都係我嘅一個簡單嘅想法啦。嗰時就順勢嚟拍一個相片，本大家第一講，我哋有出一本書，有做一個事情，大家假使講有其他嘅相片，也係講本本，代表我哋田寮種嘅地方嘅，可以拿出來下一擺我哋更豐富嘛，豐富我哋地方上嘅資料。哇，觀眾朋友，睇下一條故事係唔係感覺真親切，真神奇呢？不過我哋還有更多精彩嘅田寮種故事冇轉台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哇！前面聽嘅老太哥嘅介紹，第一講今日睇熟悉一個資料地背，熟悉一個錄相片地背，還有按到本人感動嘅故事不過除了老太哥之外，阿妹姐呢？阿妹姐還有其他本人感動嘅故事冇？其實我嚟請教佢一下阿妹姐，頭到老太哥有介紹講，佢睇熟悉一個錄相片嘅時節啦，發現到以前嘅相片佢自家萬歲係出社會嘅時節，還有佢同學嘅爸爸嘅。唔睇做嘢嘅時節，有幫唔過感動嘅事情嗎？嗰多事情本來過感動，
啊，可以毕业迄天咧。天咧本来佢感通嘅都係講啊，我咱開始要做研究嘅時節吼，我嘛親手講啊，也研究唔對會順利嘛吼，因為要調按多資料，要訪問按多人，要熟悉按多嘅相片，故所以呢，我都去同人哋狀況嘅4位嘅白宮，4個白宮吼，啊個人哋狀況有啥咩馬祖廟，個佛教莊嘅馬祖廟，有4個馬祖古堡。哇！4個白宮，我都不是去拜也去求經嘅，講我本來啊研究佢順利，書佢順利寫出來，啊我特別吼愛去公部門，調資料嘅時節，我都先去白宮下點向，先去馬祖古堡嗰邊點向，老實提呢報告講啊。我做嘢嘅田寮研究啊，唔係搶俾到我一個人，也係去留本他家人來做一個紀念嘅吼。故所以馬祖古堡個土地白宮啊，恁啊吼嘛要聽書哦，無我一個人是無法度哦。我家下都不是去聽人拜呀。講起來也個奇妙啦吼，我特別去調資料吼。個過程吼非常嘅順利，我即家攏感覺講啊吼，個難想象講啊，唐先生個同學講啊，佢同公部門調資料啊吼，個困難，心裡都想講，一聽喺馬祖賭頭吼，講人哋嘅白宮啊吼，又暗中喺同佢聽書，一聽咧啊，都本人哋順利利安尼可以結束。所以一本書出版嘅時節吼，我都發現，我都講啊，咁我都愛送馬祖古堡個白宮啊吼，伊個啊吼，伊個白宮一本書，伊個馬祖古堡一本書，故所以呢，我一本書吼，出版嘅時節，我都去是我哋佛教莊嘅馬祖廟啦吼，講我哋狀況吼有啥咩福斯馬祖嘅馬祖廟啊吼，個我哋西方白宮啊，我哋填了西方白宮啊吼。我哋去聽人感謝，感謝馬祖古堡個白宮嘅寶貝，本來一本書呢順利來出版，拜託廟方嘅主委吼，來敦印呢，做一個監聽，一本書也係相來講啊，我愛留本我嘅武漢人吼，做一個紀念。真是阿妹仔等下我覺得吼，也個真是挺有價值，你看。1、2、3、4、5、6、7、8個印嚟睇嘅，一個印嚟又唔係平常嘅時間，人哋可以拿出嚟將人家禮盒，有冇拿出嚟見嘅這種觀光嘅印嚟咧？一個係廟方嘅咧，哇，挺有價值。故所以我睇今年睇所新書發表嘅時節吼，我都用28粒印嚟吼，來寫一副對聯吼，我都寫講啊，土地白宮吼，福澤南行。我哋填了嘅日本時代有一段時間很多南行莊，南行莊，故所以我寫講啊，土地白宮福澤南行，馬祖古堡得有填了。我係感謝，係感謝馬祖古堡個白宮啊，也部分啊咁我講啊，可能冇人做研究像係很順利嘅啦，我喺我哋辦上去咧。通過論文，一天啊，白宮竟然有同報備，也竟然我想講，神明我想講，唔能做係對嘅事情，係錯嘅事情，因為唔能冇做，嚇你擺後市民嘅咧，像後生嘅，都唔知蔡天講嘅咧，以前有乜嘅故事嘅咧，係挺有意義嘅事情啊。天野感通嘅事情，我講啊，係去地政事務所查資料嘅時節，查日本時代我哋填了嘅。地勢圖，個地勢資料嘅時節，我特別看到阿公嘅名誒，喺日本時代資料地方，佢票那一塊田來講，因為我冇看過我嘅阿公，萬世都冇睇，係我阿公32歲都過身咧，故所以我都咁我講啊，非常嘅感動，天野都係我看到嘅日本時代。屋嘅定機啊，房屋嘅定機啊，看到亞太嘅名誒，感覺超感動。像今日土地重劃以後嗬，我對揭開我
讲日本时代漂来讲的个开天来故事，我如果想到讲哇，7、8、10年前阿公提去只做事，我如感，佢对土地的感情吼，完全都冇共用。係啊係啊，阿妹真嘅，其實我自家頭都有問嘅，其實唔係像北宮啊，又係馬祖古堡吼，問寫一本書，其實吼，喺人家阿公阿太今日有想講，一本自家嘅孫嘅，底下講，以前人哋係用辦咧，佢本唔認識一下佢哋，因為佢哋冇講過語言，冇講過佢哋啦，錯冇？係啊，長空嘅情感中咧，可能拍喺眼嚟哦。係啊，有一個感情嘅地位。老太哥，頭頭有講到前面有講到四個北宮嘛，阿妹仔也有講到四個北宮咧，田寮莊一個細細嘅地方，用四個北宮。我哋田寮莊算大哦，大哦。我哋田寮莊吼，功夫還有很多豐田地，豐田地已經破2、破3里出去，先破豐陽，我哋破嗰啲豐原，我破嗰啲太連地，哇，攏過太地哦。所以我哋一萬北宮係屬於我哋田寮嘅吼，豐田地地多咱兩個北宮，另外兩個北宮一分出去兩個地嘅，一個係喺豐原地，一個係喺橋北地，一個市鎮嘅地度嘅。安尼一個北宮同人哋客人感情無共樣哦，人哋對北宮哦係親情切的哦。安尼順勢同人介紹一下，也是對田寮莊來講輕鬆嘅北宮吧。因為我哋有講雙寮北宮、下寮北宮，有啲四個北宮，變咗我哋因為喺啲木卡也就變喺雙寮哦，變咗我哋都開創北宮，沙落去到下背一啲北宮，我哋幾條拜吼。有4個北宮錯嘛，唔過幾係種蒙古嘅，枝頭是10條，嗰度都蒙古式嘅。嗰時我哋4個北宮都變你講，我哋狀況開創北宮，嗰度都下了啲北宮，嗰度人民都一啲橋北啲，佢有啲南面廟，佢本嘢，一啲都人民田我哋用樂市場流動巷變咗曬嘅，一北宮都用我哋行業，佢揀人都北宮貼撇無同樣，同好多人咧學北宮風水無同樣。因為我哋嘅北宮啊，一個蒙古式嘅，蒙古式係用版嘅形式，如從我哋瓜子嘅蒙古嘅，總體嘅木中央我啲，有個人講係個木種式，也係講粉種式，甚至於講有人講風水式嘅。風水式嘅，我哋講蒙古嘅用嘅咧，變你講，我哋漢西時節咯。那個嘅啊，過前車，我哋上以後我哋北宮嘅順後，我哋明年衰，你說係南年，唔好睇見啥嗬，有啲看到魔鬼機，我媽咧，我聲音係魔鬼機，北宮嘅大學咧走嚟走去。我想講，老太公人用發土好面啊，睇嘅水門咯，面板行人哋萬世即係佢去潛阿婆嘅時節，人哋去潛嘅榕樹底下，嗰邊有北宮嘛，搶行啲嘅去跳上啲，攞去跳上跳下嘅時節，阿婆。也係講數百棒未見人看到嘅，馬上人人都係咩？最後我哋做乜嘅叫下來？當地用人哋去到嘅吼，感覺到嗰種啲人哋個阿公阿婆嘅順候吼，嗰親戚，雖然人哋上個新聞裏面面嘅水嗰涼嘅，嗰涼，過來都講面蓬北宮，人哋下輩北宮，都嗌人咪喺啲屋企順候下輩嘅北宮做嚟嘅，邊做邊做嚟。嗰時候嗬，漸嘅都講人哋睇，而且人哋變咗講對神明師，人哋要開有插，變咗講萬福啦，又地位嗬，搶神啊、送神啊，又地位可以嗬，都講嗰用辦法啊，嗬，變咗講又地位師傅嗬，都嗌啲判理啦。人啊，除了條到嘅人講風水嘅北宮，其他北宮行喺一種風。用實嘅嘛？冇誒，一件攏改錯嘅，改錯冇嘅件嘅。目前係有啲都喺橋北啲嘅，南面廟嘅，一啲都係有料。唔過俾你講，人哋有攞杯搭木嘅，啲啲係玻璃，唔過玻璃伊啊前年嘅嗬，俾你有啲色色，俾你看冇按古樸嘅啦，佢按條白件嘅，唔過鼻塞係除啦，一般嘅漆係嗬，你鼻塞啊，北宮嘅鼻塞。我nhà咩嘅，後背，後背邊個睇下後背？我nhà咩背項，然後有缺神像嘅，邊有缺神像？講到鬼似嘛，幾多嘅嗬，邊啲好多人嚟接嘅，唔點嘅，因為用啲牛脯嘅嘅鼻塞提嘅啊，因為用嗰度人哋
嘅安尼风水啊。因哋讲也都客家人咧，北港嘅风水是咧嘅安尼神秘啊。我想可以从伊介绍。喂，我哋讲也都安尼客家人咧风水都安尼北港，你讲古老嘅北港都安尼見咧。哇，觀眾朋友，咁我哋等下羅太哥同阿妹仔介紹，你係唔係對自家嘅土地有乜嘅歷史故事有了解呢？假使講對自家嘅土地有乜嘅故事冇了解、冇關係啊，更加呢就羅太哥、阿妹仔咁樣，可以嚟去熟悉嘅老相片啊、老資料，某一天哦，你會發現到千奇妙嘅事情哦。假使講唔知啊講用嚟做嘅話，唔怕啊，可以先嚟看一下人哋嘅田寮種子，看下先地圖係寫乜嘅，你就有印象嘅哦。冇啊，再嚟可以嚟請羅太哥，也係阿妹仔同佢哋請教一下哦。基本呢啦，請感謝兩位羅太哥、阿妹仔能來到現場帶來按精彩、按好堂嘅故事，也等我哋認識嘅田寮種哦。多謝你，多謝阿妹仔、羅太哥。感謝主持人，感謝所有嘅朋友，希望大家有機會來我哋田寮種聊聊。感謝主持人。以及我哋啊，貴節目福起來嘅有工作人員，咁我哋安尼機會，也歡迎我哋電視頭前嘅觀眾朋友有機會來到我哋田寮種來聊聊哦，感謝。好哦，坐到更加大家會唔會感覺有強背調嘅呢？急急嚟停頓先生嚟做一下運動，放鬆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王正陽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七七導引養生協會。第一篇呢係鄭先生，也係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嘅呢係我哋呢前轉乾坤，前轉乾坤呢係做我哋呢數位陰陽嘅變化嚇，叫觀眾朋友同我哋來做。向將我哋呢兩隻腳打開來，打開來過後呢，我哋呢手拿起以來，拿起以來呢，一從腰個我哋做時節先轉前，一隻手呢，向下擺，一隻手指向下擺，一隻手指向大行。我哋做時節，我哋先做正面呢，正面的呢。腰骨轉，我哋傾啦轉，我哋呢個腰骨轉的時節，手變平了。右手搭喺我哋呢胸前行，左手搭喺我哋呢背囊行。兩手做個高溫的時節，記得我哋呢手一隻手，左手要伸出去，手指向大下；右手的手指伸出去的時節呢，我哋要向大行。也係陰陽的變化。人講陰陽術哈，也係一種對呀對，我哋安尼做一個無窮樣的一個變化。也係正面呢，用去做我哋的陰陽術啊，做一個無窮樣的樹根的變化。阿姨強調呢，係我哋的手一隻一哈，一隻一我哋打下去，手指打下去，係一整種神經，而比上去啦。一隻手呢，扭上去打下我哋呢，扭上去嘅時間，我哋也係我哋也手棍也係一個長嘅哈，所以也係我哋正面的做示範。接下來呢，我哋做一個正面的示範，正面的示範呢，同樣兩隻手拿起來。做嘅時節呢，我哋呢手指向下背，左手向大行，向下背我哋呢腰骨同腰骨針對我哋手指向下背嘅片，腰骨轉嘅時節我哋腰骨轉嘅時節我哋腰縮起起來，手把掌貼到我哋呢心肝前，我哋呢手邊我哋背囊行，兩手呢做一個高溫嘅時節，手伸出去。手指準備，安尼手把掌鬆出去，
送出去过后，我哋共用再做一个腰骨的转，释放起来，一个叠胸前，一个叠背囊哈，做一个睾丸。也係向右邊呢，過來呢做一個向左邊呢，向左邊呢，我哋咧左手數字朝帶下，右手嘅數字相當行，轉嘅時節，我哋咧槓骨同腰骨向左邊，縮放起來，我哋咧左手疊喺胸前行，右手疊喺背囊行。做一個春球的放出來，送入去，兩隻手再送出來，再向後背，右手疊喺胸前，左手疊喺背後，縮一下，春球一下，等手放出來，做一個延長出來。也係左邊的示範，今日嚟做一個左右邊的示範，俾大家人看。以下所示範的係祈禱的動作，接下來呢，我哋做初禱的動作。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呢，來聽對我哋來做。以下呢，我哋來示範初禱的動作。初禱的動作呢，觀眾朋友準備嘅凳呢，要注意一下我哋嘅安全性哈，唔好有理呢嘢，我哋坐起安全性過後嘅，更加到來開始。初禱時節，強用我哋呢旋轉乾坤，旋轉乾坤呢，強用我哋初嘅凳呢，強用1/2同1/3，我哋呢手先拿好起來，拿好起來時節，記得我哋呢所強調呢係我哋正中神經要出來，我哋呢手拿出去嘅時節，我哋一隻手向下背，一隻手向上哈，將更加我嘅手，我嘅右手數字向下背，我嘅左手嘅數字向上哈。第呢時節，我哋對我哋嘅腰骨同槓骨嘅地方轉一下，轉到前面，對我哋嘅眼神壓縮放起來，右手疊喺胸前哈，左手疊喺背囊哈，兩手睾丸，睾丸延長出去，同我哋嘅手嗰種右上嘅手呢，咁樣硬綁長出去，再過來接到我哋嘅槓骨、腰骨嘅轉。左手疊喺到我哋嘅胸前哈，右手疊喺到我哋背囊哈。
以上示范的正面呢，过来呢，我哋要做正面的呢，我哋呢竖线向向南方嘅来，竖一向向我哋转一个向左竖向东方，右竖向下边的数字，转的时间我哋呢腰骨臀高骨记得一转，轻轻的转到一片的时间，我哋呢肩头又要转一下，我哋呢胸前。缩一下时间，右手叠在胸前哈，左手伫背囊哈，眼神做一个压缩，两只手向向再放出去，前后左右再顶一下，顶的时间左手叠在胸前，右手叠背哈，再压缩一下，放出来。眼神回张来，回张来过后，手变松来。有人讲安尼做一下手的概念，所以变松来过后，我哋变下来，再一次的拿方一来。拿方一来的时间呢，我左手数字向下背，右手数字向东方。我眼神高骨转向左边，我左手叠胸前，右手叠背后。胸前压缩，两手高弯，放出去。再向另一下背安尼，再转的时间，右手再叠胸前，压缩可以再放出来。以上示范的正面呢，过来呢，我哋要做正面的呢，正面同正面呢，做一次俾观众朋友看，观众朋友听到我哋嚟做哈。以上呢所做呢係初道嘅動作，觀眾朋友聽我哋初道嘅嚟做，好好啊嚟做，我哋嘅眼神各空間意識，我哋下一次哪嚟了？